屁孩。哦，为什么这些鞋子这么乱啊？彤彤姐姐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我说头海拖鞋 ，Q 海就是那个很臭的那双球鞋啊，还有这个屁海皮鞋，它们本来都很整齐啊，为什么现在变这样了？是谁啊？是猫猫乱丢，才不是呢，是小蜜啊！明明就是你，是你，你也有啊，是你了，到底是谁啊？彤彤姐姐，因为我们刚刚在玩，跑来跑去的，就把鞋子踢乱了，是你。好了，算了，没关系。不过下次记得东西不要乱放，东西唔好乱散标。下次不可以再这样喽。先把鞋柜整理好，再来继续玩吧。知道了。Q 海球鞋 ，Q 海球鞋。小蜜，你知道什么时候要穿 Q 海吗？我知道，打球的时候。屁海皮鞋，屁海皮鞋。诶，小蜜，这双屁海是你的吗？对啊，我今天穿屁海上学。头海拖鞋，头海拖鞋。小蜜，你愿意陪我去买头海吗？啊，为什么要突然买头海呢？因为我的头海坏掉了，我想去买一双新的。哇，好刚好哦，我的也坏掉了，我也要去买。头海、屁海、Q 海，小朋友记住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下次再见喽！张磊了，拜拜。